欢迎收听6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9章19到27节。哥林多前书9章19到27节。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历史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呢，叫做利玛窦规矩。有一些人可能听过这个人。这个人呢，在这个明末清初是一个很重要的耶稣会的传教士。当时呢，他让基督信仰在当时的中国有了一席之地哦。因为呢，他是一个让福音跟文化能够慢慢相融结合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甚至在后来呢，这个康熙皇帝呢，帮他设了这个利玛窦规矩。这利玛窦规矩其中有几个就是呢，他们传教可以在中国地区自由的传教，而在传教的过程中呢，他们跟这些社会有影响力的人、文人学士、上层官员，然后来结交成为朋友，向他们传教，这是被允许的哦。而且在这个传教的过程当中呢，利玛窦规矩里面，他们就是用很多西方的科技知识来引起中国人对天主教的注意，让他们能够彼此的文化交流。而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从神学来的这些教义等等，就可以有很好的交流跟教导，彼此来互通。而这里面呢，为了让天主教跟当时在中国非常流行的儒家文化能够结合他们想尽各样的方式，譬如说在名称上就做了一些改变。在天主教，我们都叫天主教来称呼这个天主教的神，那我们都知道是同一位神，只是用不同的语言来去讲。可是在当时呢，他们就把它改成中国传统里面说的上帝。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什么上帝教或是什么，那其实不是基督教信仰，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宗教、民间宗教。然后这个上帝的名词呢，就是因为要跟这个中国的文化去做一个连结，让中国的人能够用这个词的背后意义比较贴近本土的方式去认识这位上帝。那在当时呢，有留下一个，也是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天主教可以拜拜的这个一个当时的需要他们在传教的初期呢，他们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这个宽容的态度，甚至允许这个中国天主教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跟拜孔子的这些礼仪。那这是我在讲当时的这个天主教他们所做的一些传教的策略跟方法。在今天呢，保罗呢，他也继续讲到说，他传福音，他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身份去传，他怎么传，而他对这个传福音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第一个，他就讲到他是自由的人，他不受任何人的奴役，但是他却甘心做大众的仆人，为要争取更多的人来相信主。而他的方法就是呢，他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就好像当时这个利玛窦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穿这个士大夫的衣服因为在当时呢，他们是这个阶层是很明显的，你是什么样的阶层就要穿那样的衣服，而他穿那样的衣服就可以得着那样的人。保罗就是这样子在讲他传福音的策略，而且他面对在信仰上可能没有那么成熟，或是认识没有那么多的人的当中，他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姿态跟看法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但他在这里强调，他说这不是说我不服从上帝的法律，其实我是有的而我是受基督的法律所约束的。所以在什么样的人当中呢，他就要做什么样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总要救一些人。那他就讲到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目的是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分享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
有从上帝来的福气，有从上帝来的爱，有从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而在最后呢，他说到他做这件事情，他的目标是很清楚的。他在做这件事情，用各样的方法，他用赛事来形容。赛事对当时罗马文化下的这些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知道的因为在当时呢，非常喜欢这个运动赛事。可是在赛跑当中呢，我们都知道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所以他说他是用一个要得着那个目标的心来跑的。而每一个运动员，如果你要比赛，你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你才会达到那个素质，或者是你才有办法达到那个能力，肌肉的素质这个耐受力爆发力等等的方式。而且他就讲，他说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上，这件事情就好像是在比赛去要争取那个冠冕，而运动赛事去争取的那个冠冕是可能摆在那里，最后会生锈的，会坏掉的。然而我们要去寻求的这个冠冕是不会朽坏的冠冕，不会朽坏的冠冕，这个赏赐，这个颁奖典礼是由上帝来颁发的。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到他传福音他的心态是他严格的对付自己的身体，为了要叫声服我，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免得我找了别人来参加这个竞赛，反而我自己就先被淘汰了。这是一个一直在信仰当中进步的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提醒。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追求信仰当中，特别是信主久了之后，我们更多需要在主里面更新，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与福音相融的同时，可以有更多的更新。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信仰的旅途当中学像保罗，他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更多能力像保罗一样，一起来跟随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这么多的传教士，让他们能够来到台湾，向我们来撒下这福音的种子，也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分享这个结果。主啊，我们也要恳求主你，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赛事还没有结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锻炼自己的身心灵，来回应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在疫情当中有很多的人或许会在信仰当中冷淡软弱，但我们要求主你的应许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你的话语是叫我们再次苏醒的动力。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天天来喂养我们，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渴慕，每一天要遇见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